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给大家讲小可，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我看咱以后莫联络啊啦，为什么啊？你看起来介善假，我惊咱以后日子歹过。我都无嫌你素颜无好看，我伪装了就好看，啊，你毋是共款善假。毋过你的水是假的，但是我的善是真的啊。喂，妈妈，我想要甲你讲一件代志。你讲啊，你敢有要看卖我若一个月无食无啉会变安怎？这才有可能，你都毋是神哥，哈哈。那安尼你都毋紧把我的生活分开过来。2020年的万圣节，2021年的万圣节。呀！告白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你若介这出影片，请分享一记，顺刷定爱看。有人 Camera 每晚暗时1点准时好看呀，刷。连假后的老师，好，恁连续迄过来你接送哦，来赶课。有没有要买东西？有没有买东西？没有哦，走喽。